这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昨去到中国参加阅兵，今仔日呢有和这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来会面。国民党强调讲，这是洪秀柱伊的个人活动，莫违法，拢尊重。那立委会时表示讲，洪秀柱进前捌做过立法院的副院长，甘算是这两化条例立管的范围内，是爱由这立法院进行调查甲认定。伫北京天安门城楼坐，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出席中共九三阅兵，坐伫中共前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张高丽后壁，周围拢是中共副高级官员。国民党抗日老兵代表。中央官媒公布的出席阅兵，台湾同胞名单13人，头一个就是洪秀条。根据了解，一家人测试下晡，甲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会面。国民党讲这是洪秀条个人活动，只要莫违法，拢尊重。立委会表示，洪秀条有前立法院副院长的身份，是不是属有两化条例第913条立管范围，必须要由原任职的机关，也就是立法院进行调查甲认定。我们在这边也呼吁，然后如果立法院愿意来提起这样的一个调查的话，那么我们政府的各部门还有我们的陆委会一定会全力配合依法行政哦。要吊唁国家英灵哦，不需要特别飞到北京啊，不需要特别去跟侵略者站在一起。但是这届也是有10外个台湾艺人转发用时阅兵的大文，包括苏琪、吴康仁、伊玲静、吴基良、欧阳娜娜甲郝慧莹是错过第一时间转发，不过到尾嘛拢有答。立委会认定相关的大文无答红线，不过嘛点出文字拢有设计过。央视大概提供他们几种模板，并没有所谓的贬低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地位，他也没有去宣扬说要用武力解决两岸问题，打了一个擦边球。那我们会再进行了解跟研究。因为转发的艺人比起演过明显减少，立委会认为代表政府进前的警告约谈行动有淡薄仔作用，搁再声明袂使漏记中华民国主权地位，无赞同武力解决两化问题，这是政府上基本的2条底线。记者采访报道。